台北病院一大外墙长的时间，今早起8点的时阵，就可能是物件伤重，即应价熊熊放落来。台北市检管处成依照违反建筑法罚厂商9万块，也发现讲有一名移工失踪，就可能是掉伫内面。即消防人力、救护车拢伫咧现场，但即应价拆掉要入去找人。工人咧甲时间比赛，赶紧拆出去啊！要互大型时间机具来学。台大病院的东子外壁原本咧进行修理整建工程，自一早起8点左右所发生公安意外，规排出去熊熊放落，一台车受损。台北市在红班研判，因为囤伤侪物件，才互时间架跌落来。台北市检管处勘查了后，指工地无申请恢复责任，违反建筑法，罚厂商9万。这公安意外原本自一早起无传出人员伤亡，不过伫现场的人伫下晡通报有一个移工失联。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。负责施工的承包商无接电话，事故发生经过院方一直追问，才承认有移工失联，也向院方烦恼，移工可能困在内底。他跟我们台大医院说有一个移工暂时找不到这样子，他在积极的联系当中，但是移工都没接电话。不排除他可能是在那个鹰架的倒塌的鹰架里面呢。当然有可能。如果说发生重大职案，它违反职业安全卫生第6条第1项的部分，那一般都是以最高罚来处理，就是30万。所以如果是涉犯2个的话，可能就是罚60了，是不是？不同条文，对，没错。目前，移工议员是伫失联状态。台北市消防局已经派出指挥车1台、消防车3台、救护车1台，人员15个，伫现场准备等出价拆掉进入工地现场搜查。台大病院强调，查明倒去原因甲责任归属了，才会重新启动拆除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